美国将国土安全部顾问提出警告，讲中国犯说会伫2018年到2032年这中间拍台湾。咱国防部长郭立雄强调，台湾当咧加强防卫能力，加入美国印太战略。不过，美国有200亿美金的军售案也未交回予咱台湾。国防部的报告说讲18项，敢若3项有较慢交回。这外界就质疑讲，这报告灌水无老实。空军 F-16战机伫咧去年完成全部拢升级正做 F-16V， 掩过搭配采买 AGM 鹰光4C 飞弹，则是延到2026年才能交会。美国对台军售有要甲200亿美金拢延前。国防部详细的报告讲，18项重大军购案件，只敢若3项有签到，包括 AGM 鹰光4C 飞弹，也有1700粒特式的反装甲飞弹，但7年拢也无摕到。F-16V Block 7抗战机按算伫咧年底要交第1台。另外，海马斯多光火箭系统、标情飞弹这2项拢提早交，其他项目维持正常，甲外界认知有落差。这个是报告灌水美化。AGM-154也已经开始生产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因为花架数的修改而把它从有迟延而改成没有迟延，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郭立雄否认报告灌水，强调法技师修正交会时程，国防部议员的认定是延前。调研立委认为，国军应该慎重的面对军售延前，要求美国方面赶紧处理。比如说是不是暗自预战回弹呢？有延档啊，或者其他的。我们比较需要的面对，然后要求，然后进步啊，这个是我们希望国防部可以继续努力的。因为美国的前国土安全部顾问阿尔佩洛维奇警告讲，中共恐惊伫咧2028年到2030年发动侵台。郭立雄重申，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加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协同性合作。那我们也当然也要参与这样子一个协同性合作，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强化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来达到这一个让习近平的这个攻台的时间表不断的往后递延。郭立雄表示，台美菲拢是伫咧第一岛链的核心地区，参加协同性合作，积极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19号习近平讲台时间一直向后延。记者综合报道。